你叫咩名啊？我叫Balbia，幾多歲？今年28歲。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。想唔想去香港？我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Balbia，今年28歲，我未結婚，我係基督徒，我之前做過喺洛陽2年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最中國生猴子、蒸雞、蒸腰、蒸蛋、炒菜、煲白粥、煲湯，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家猴子，帶公公婆婆去廁所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沖涼，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猴子，幫佢哋沖涼，同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，我學過點樣照顧 BB 猴子，餵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，幫 BB 換尿片，我中意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埋狗，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我想賺多啲錢，我一定會勤力老實同埋聽話，希望先生太太請我做工，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